中国昨发动海峡雷霆2025A 军演，自称是圆满来结束。咱国防部拢总查到中国军机来59只，军舰来23只，公务船来8只。在军演期间，中国嘛发布几纪影片，头一届是模拟攻击咱台湾的关键基础设施。那针对这届军演，包括在美国、英国、欧盟甲日本等国家嘛，拢有表示关心。中军车子发动海峡雷霆2025A 对台军演，尾嘛表示圆满结束。根据咱的国防部长函，总共有50只的强机、13只的强舰加8只公务船绕台。军演期间，共军也射出真侪底片，其中一部飞弹拍中的目标外观，甲高雄市永安区天然气接收站是正同款。中国要尝试在必要时候就利用这种所谓的非战争手段截断台湾海上运输以及这个基础设施包括能源、汽水、电等等的破坏，意图打击台湾的社会士气。中军第一摆无机攻击咱的关键基础设施，军事专家分析，主要目的是放大威胁的效果，影响民心。不过也建议检讨紧急进行的能源方案，加强化全民防卫韧性。对中共连续2日伫台海周边进行大规模军事演练，国际社会是高度关切。The president is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encouraging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se cross-strait issues, reiterating our opposition to any unilateral attempts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by force or coercion. 美国国务院用强烈字句表示，中国对台采取一直进步的军事活动，可能会加重紧张局势。英国外交部发出声明，表示台海和平稳定对全球繁荣是真重要。欧盟也主动表示反武力、反威胁的立场。日本对高官帮中国林凤静搁一摆强调，会继续关注台海局势上新的动向，搁做好周边海空域的警戒监视。We can never forget that our number one job is to create peace through overwhelming strength, and if need be, fight and win our nation's wars. 美国总统川普提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最近伫人事听证会顶悬提交的书面答询当中指出，中国继续推进军事能力现代化，佮投资先进武器系统，台海两岸军力严重失衡，承诺若伊的明案通过，会检视台湾的需求，佮继续支持台湾维持长久自我防卫能力。公视新闻采访报道。